关系在地新闻，先来讲啥是 OTT。OTT 是一种透过网际网络直接向观众提供的串流媒体服务。经济部今仔日正式来宣告，禁止台湾的业者来代理，或者是经销着中国的 OTT 甲相关的商业服务，也就是爱记的条款正式来就路。同这个时间，国家传播通信委员会 NCC 嘛来召开着网际网络视听服务法这个公听会，相关的业者看法拢同款，拢批评政府管伤多咯。你不能够说把你要管的就纳入是所谓的 OTT 的定义，你不纳管的就不叫 OTT 哦。那这样基本上它是以偏概全的。爱奇艺伫台湾向归类是非法经营，和代理商不满。但是网际网络视听服务法草案伫公听会顶悬，业者徛高频讲政府管伤济。如果主管机关还是没办法跟所有的产业业者做有效的沟通，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是在浪费时间。但是台湾有线宽频业者嘛烦恼讲，无合法的视听平台会影响到本土的业者。很多的追剧软体，或者是说是很多的侵权机上盒，包括整个产业上中下游都受这个侵权内容所苦。到底 OTT 专法敢会当保护到本土的产业，还是只是为着赶走爱奇艺？主管机关 NCC 强调讲，会去听大家意见。我们会把所有的意见，就是综合研析之后，就提到我们委员会去。那最后当然，因为法律案，所以我们会提报到行政院。虽然 NCC 表示未强制爱奇艺停播，但是必须要设过境外去收看，并款嘛有限制，速度恐惊嘛有影响，消费者的权益要如何保障？恐惊是另外一个难题。